观众朋友，今日个好忙，我系阿明谷刘浩明，翻下厝看福起来。讲到屏东，无论讲到高雄，观众朋友想到系乜嘅啊？系咪合适的面趴板，还是阳光沙滩？其实高雄喺屏东喺天一百世界大战的时节，有一个最重要的位置。嗰时睇我哋高雄喺屏东地区留下几多天一百世界大战的遗迹。我哋今日邀请到来宾咯，我哋对我哋军事历史最有研究的吴建发、吴先生来到嚟现场，要同我哋讲高雄同屏东一道以及以前我哋天一百世界大战的事情呢，嗰度嘅历史的故事，我哋马上嚟分享我哋呢吴先生来到现场。主持人好，大家好，係名來嘅吳建發。想我問一下先生吼，其實喺我哋天一百世界大戰嘅時間啦吼，做乜嘅我哋高雄同屏東啊吼，係真有幾重要嘅位置啊？其實講起來是台灣一個地方最重要的戰爭嘅歷史上啦，從19世紀都最重要啦。當然唔使講咁長，喺天一次世界大戰當然是非常重要嘛，因為台灣都係日本嘅前線啦。台灣喺部分美軍佔領嗰時，而直接都俾人見到佢對台灣起義都可以轟炸日本嘅本土嘛。咁所以當時美軍嚟講，也係對日本嚟講，對佢共戰嘅方嚟講，台灣嘛最重要；對防守台灣嚟講嘛最重要。另外，日本有一個特別注意嘅和平基金嘅，因為日本人喺歷史上嘅戰爭上有兩次戰爭啊。對我哋南方電力，嗰陣亦都有經驗啦。呢件事情當然都1874年嘅牡丹社事件啦。牡丹社事件日本出軍啊，都係明治維新以後，一個軍隊特別對向外國嘅出軍啊，而且同我南片嘅屏東嘅沙寮灣，應該海參博物館嘅電力嘅。第二次出兵呢，到1895年呢，台灣不被日本人做領土。但是台灣嘅義勇軍有抵抗嘛，所以日本人分3路嚟電力，一路呢對北片嘅奧地，第二路呢對同平有直接到普台嘅電力，南片都係加東到枋寮灣嗰邊電力。所以日本人喺攻打台灣已經有2-3次嘅經驗，而家講一個南片高雄到屏東一個地方呢，是最好電力嘅地方嘛，侵犯防守嘅地方。所以而政府台灣過去而嘛咧面上講，我哋冇人免，戰略上我哋免，美軍嘛一定冇人免。所以呢，亦都第一個地方加強佢嘅碉堡防禦的陣地嘛，因為對手麥克瑟一定是從這裡來嘛，所以呢個地方嘅防守都非常。上頭都先生，安尼一介紹我都發聽講，安尼我都了解，因為對日本嘅本土來講嘅話，其實台灣都係以前面嘅態度。好，嗰所以蘇豪也會多，而其實都唔會講，係你直接打到日本嘅本土嚟講。但是其實係我哋相反，我哋對美國嚟講嘅話，咁美國很容易看台灣也可以報道。呢個事情啊，天一世界大戰嘅時候，當然雙方對保密一個戰略，但是經戰後呢，我哋所有資料來看，日本人嘅預測，美軍會睇台灣電力，會睇到個電力，不所以睇個做防禦工事。今年可以睇華盛頓 DC 拿到美國當時講到70軍有一個秘密計劃，講喺台灣電力嘅時候睇哪個嘅電力嘅時候做乜嘅事情，要多邊嘅電力，也兩方嘅資料，日本嘅防守嘅資料同美軍嘅攻擊嘅資料合衝下嘅時候，我哋核對一下呢，核對一下人樣呢，日本人對美國人嘅電力嘅地點嘅斷定非常準確。美國人喺台灣來的電力亦嘛非常準確，後來發生一個大事情，一個大改變嘅轉變，一個轉變呢對我哋台灣嚟講啊，躲過了一場大災難啊！很樣嘅一個轉變啊！最大嘅轉變就講，當時美軍喺太平洋一個地方啊，因為美軍最強嘅唔係陸軍啊，我哋突然時都因為敵麥克瑟所以一次講麥克瑟喺太平洋戰爭崩落。比麥克瑟國家大嘅一個指揮官是尼米茲元帥啊，太平洋軍區的總司令啊，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啊。當時美軍最大嘅力量係海軍啊，陸軍是次要嘅力量啊。所以麥克瑟呢，他主張打菲律賓啊，但是尼米茲元帥是堅決主張要打台灣啊。尼米茲元帥的決定也最簡單嘅原因講，你把台灣攻下來。
你就直接用台湾的机场，台湾当时的机场90个，加上神风特工的机场，也预计100人的机场，这个飞行机摕来起飞，直接就可以轰炸到东京去嘛。但是麦克瑟认为讲呢，打菲律宾一个地方，然后用跳到日本，这两个无同的主张。当然麦克瑟一直讲哦，我主张要打菲律宾，不正确了。实际上啊。麦克瑟带有一种虚荣的心理，虚荣原因乜嘅呢？因为麦克瑟爸爸曾经对菲律宾嘅军队嘅总指挥官嘛，麦克瑟接伊爸爸去做菲律宾嘅总指挥官，结果日本人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天天都打菲律宾，3、4年都跟麦克瑟打得落花流水啊，夹着尾巴跑啊，所以。我们现在是给他壮盛了，这麦克瑟走到海里面说：“我一定要回来 ，I will be back。”很豪壮样，其实是很狼狈的所以麦克瑟心里讲，作为一个军人，我2代是防守菲律宾的，我对菲律宾有道义，他是这样讲。其实是我要拿回这个面子但是尼米兹认为说打台湾这个巧合后来产生。1年之间的辩论，就是1944年年初一直辩论到年底，2个参谋部各有支持者，但是支持尼米兹元帅的人比较多。但是后来为什么决定打菲律宾呢？因为要打台湾他发现台湾的防守非常严嘛，军队也非常的坚决，台湾人也被训练成全岛玉碎台湾人真的要打这场战呢，所以美军的预定说，如果要登陆台湾。要用57万嘅兵力咱有办法登陆台湾。57万军队都离呢，后批军营，比如讲后批部队加攻击部队要57万，但是当时美军是历史上一个国家在2个太平大战伊在欧洲战争还没有结束，太平洋战争又条打，一个国家打2片的军队，伊个军队的数目调不过来，那。对太平洋地区，其实最开国家、最多殖民地的是英国的，但是英国在本土就自顾不暇，伊无军队来调到遐来嘛，所以军队唔拉白管都最严明的，只有呢，像麦克瑟嘅将军嘅话呢，打菲律宾，就打菲律宾。但是底部有一件事情就讲，我人也是不信的，就讲为了要打菲律宾，但是要本人，因为讲我要打台湾所以呢，他就所有航空母舰开到花东沿海，开到高雄外海，从航空母舰飞机起飞都大轰炸台湾，大轰炸。1944年、1945年轰炸一次，然后轰炸了以后，航空母舰马上就撤退到菲律宾，载着麦克瑟军队就从菲律宾登陆了。等到台湾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菲律宾打下基地。菲律宾打下来以后，接着尼米兹说：“那应该打台湾了吧？”但是麦克瑟讲说，打完菲律宾干嘛打台湾？不必打台湾打琉球所以就跳过台湾到琉球。所以亚干战争、亚兹的战争呢，对台湾来讲是躲过了一个大灾难的战火像头先生安尼一讲的，我发想讲原来你其實同我講，這裡講係日本人同美國人打，怎麼嘅？後來美國人為了打，為了台灣轟炸，但是又冇支持登陸，原來其實係虛晃一招。好，比如日本人講話唔可能要打台灣嘅結果去打菲律賓。咁像安尼話，嗰時節頭先生又講到一個最重要嘅事情講，其實嗰時節日本已經把台灣建設嘅一種玉碎嘅一種地方地位，但係講台灣唔講喺軍民來講嘅話，其實都準備要打仗嘅。嗰時候也係軍事設施嘛設備嘅規劃，佢其實對一開始一定就都談講嗰種。美國要打法可能嘛會對伊哋以前上岸嘅地方來上岸嘅時節，佢對嗰時節來講，安尼一種攻擊嘅一個計劃地位，佢而係中央嘅一種部署嘛。以前講起來，聽講唔係講美軍要打台灣是假嘅，要打菲律賓人係真嘅，唔係。當時兩派嘅爭論一個黃景鴻各有名學者自由時報派出美國去派人。以亞本書1942到1948，他解密了華盛頓國家檔案的資料。他要打台灣，他是具體的，這個檔案叫做提案，秘密檔案。
所以当时他已经所有的准备都准备好去打台湾，唔係講假嘅台灣，它是一個巧合，台灣避過去啦。那個巧合有很多命運的安排啦。所以當時講登陸台灣哦，只有尼米茲這個參謀本部的登陸是從二仁溪一直到關山，有13個可以登陸點，都在屏東、高雄這個地方啊。所以為什麼躲過這個，就是一個歷史上的巧合躲過去。對啊，但是其實如果變成講台灣這個好彩路真是冇大，因為打過來嘛，唔單止講要出世嘛，其實國家的命運如何變成樣嘅嘛唔知。但是其實對日本人來講嘅話，伊即個嘛談到過，有按多個地方可以登陸，但對日本人來講嘅話，伊很用嘅去部署嘅呀。伊當時伊嘅軍部都做一個非常重要嘅設計，第一有啲人會亂，所以將台灣規個島呢變成一個戰爭嘅一個要塞堡壘。所以台灣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到離島，全部都佔據，留下幾多叫做戰堡嘅古蹟。台灣人一出唔知啊，也就碉堡古蹟，規個山挖孔呢，佢同金門完全一樣。它是金門的放大化啦，主要台灣就是這樣。但是我哋一出我哋嘅歷史冇搞一個部分，台灣這段歷史1941到1944太平洋戰爭，讓係台灣嘅歷史啊。而且個台灣歷史丟離啊，所有嘅碉堡就是整個要塞化。幸好美國也沒有登陸，所以這些碉堡、戰堡都還在，好好的。但是我們還沒有指定古蹟，很多都沒有指定古蹟。就等於講，這時節全島都變成一個軍事的一種單位嘅，準備了大家從戰嘅，但是好彩冇打到。是，觀眾朋友，談到人家，你係咪對第一擺世界大戰台灣的 TV 有無同樣嘅想法未啊？休息一下哦，等下還有更多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一台節目我哋來賓吳廷發吳先生，佢同我哋講，喺第一擺世界大戰地步，其實台灣係一個最重要嘅軍事基地。所以我想問一下吳先生，像好多人講，其實喺台灣，你啲地方如果到係冇同樣嘅一種軍事嘅建設，咁對於我哋國片來講，日本人係用嘅去把國片去部署入嘅軍事嘅一種基地咯。我先嚟了解一下講我哋台灣人講到第一世界大戰大部分我哋印象就是講，我哋嘅主體，我哋祖先嘅啦調去南洋作戰嘛。譬如講我哋吳家，我哋蘇北阿伯調去新幾內亞作戰，佢死咗喺新幾內亞冇回來，屍體嘛冇回來。另外一個小叔公嘅調去南島去作戰，佢又回來了。所以我哋記憶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啊，可以講我哋台灣人全部係海外調去作戰，安尼感覺。其實島內呢，是比喺島外並冇個強鬆啊。日本人在話喺度戰壕啊，就做個碉堡。其實啊，都碉眼呢，就鄉下嘅人是牛叉去追奶啦，聽住話喺度安尼個碉堡嘅地方，安尼個路批都參加過。嗰種係從細時節同阿公後尾是啱翻出去過後啊，佢啊隔壁嘅老人家咧講。聽講阿姨後生嗰時都俾日本人調去太湖山嘅底下啦，牛茶啦、麵濃、北高台牛茶比調去做風工啦、追奶嘛東西。人哋講就係很特別講談講，啲花蝴蝶嘛，冇那種可能嘅事情。一講到太湖山，一恐怖嘅很多吸血的蚂蟥什麼什麼，我一直以為係確實講錯呢。但是後來慢慢的狀態過後。提到佢突到入嘅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講嚟講去都講滿洲事變，講嚟講去盧溝橋戰役，講個戰爭係總括嘛，一出刀出沙飛，也唔要去研究台灣嘅歷史，因為我是一個文學家的寫作嘅時，慢慢嚟接觸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冇死嘅人，也去到屏東嚟做原住民嘅調查時，我有個碉堡在這裡啊。它不只是碉堡啦，原住民講，我哋嘅鋪落後邊有個蓋太嘅隧道，蓋太強嘅就邊，但我一看哇，這很震撼啊！有個地方都，譬如說馬氏部落，就喺灣景陽堤嘅後邊嘅馬氏部落，
伊迄尾都10个月隧道啊。牙公公的地方都底下交费啊，牙说唐牙公公的这个隧道就在这里啊，原来是真的哈。慢慢的就是那种从那个土梯啊的连接去，从加出个命用连接去，那是很震撼的。啊，所以那个事情慢慢等下在屏东中文化初中的时间，都沿着沿山公路去调查，哇，这么多都不知道啊。另外呢，唔知道沿山公路啊，许多人那个所谓绿队啊，啊你讲绿队，哦，新鼻啦、内埔的啦，伊在林落啊，一来就迄战争的遗迹在那边，你又唔知的呢。那个碉堡都好好的啊，很大，在那边我们每天看得很习惯，都唔底下讲那个地方是天津世界大战重要的遗址啊。慢慢的，因找到客家中一来就去，然后到海边去做访寮，伊说关山，咱底下讲，下个叫咩碉堡全部，尤其关山，我们去关山落日啊，这个欣赏个黄昏的时候，一条落山，什么都好。底下人保养的山是挖空的，你嘛，规粒山是挖空的，所以人感觉啊，这日本人当时在台湾的准备都冇得上度，当时你看香港人讲过。因为也面向呢，美国对麦克斯军队会对海上咯，所以日本人就设计海线的在海洋替次决战，因为登陆的时候第2次决战，那个地方就是设计到炮台，然后炮台那个弯弹的鲤鱼山，佐木潭山就会向炮开炮打对海洋里。另外一个呢，做병寮的高地哦，当时日本人为了对美国作战啊，以拟定了一个他们的捷2计划，也就是我们底下作品都底下一个演习主要是实战有一个号码。这个军队呢，也的军队是用密号、代号，提一个高雄的铁部队、干部队、破竹部队，安尼吼，也一线一线的防守，安尼就看那是要建制够清楚。你看，伊个防线哦，对海防战争，我到电六个时间。马个炮兵队，马个炮兵队，马个高雄，马个炮兵队，屏东马个炮兵队，马个现在的部队，马个部队在条线，有种地方也搞清楚。要分到，你看伊个地方防线，第一防线第一条位的海防决战啊，决战的战术就推到天一条线，第一条位的推决战的海滩决战，那战模样都推到俺哋绿队啊，嗰只俺哋绿队下緊亦唔底下講。下年日本人設計條太決戰嘅地方啊！喺當時美軍喺第6個時間一天條，我激烈嘅戰爭，綠隊唔係咁嘅樣式。其實唔明講啦，1895年嘅南無事典上岸嘅時間，一次打到嚟就打到加東啊，因為激烈嘅地方啊，所以日本人嘛有面到案啊。因為案嘅時間，我哋都看到一個屏東嘅整體嘅戰略嘅位置，來就係防守嘅。自備部、洋埔、東港，也係新避啊嘛地方，我就看得quite清楚嘛。好，一個地方就看到一個從一個葫蘆營，現在個葫蘆營就比較地塊嘛吼。這頭前是用嘅按那個準備，就全部底下就為地圖地理就看得到。好，我就看到個布置的。哦，那個佢可以先係彎彈。因為也對邊都果品海都對到保護了，所以一個碉堡都得彎彈都得。今下係十個錯地條位啊，但係個碉堡同碉堡之間哦，有個密道通嘅東西，可以做到多種農用啊。這些碉堡的古蹟是珍貴在哪裡？那個在關島，你去關島也喺硫磺島，尤其是關島去觀光啦，關島觀光2件事情的嘛。白天你要不是潛水，就是帶你去鑽地道嘛。晚上就是在泡泡喝酒嘛，就這2件事啊。但是關島是觀光重地啊，那些碉堡的隧道同台灣完全一樣啊，同樣的做法啦，只是那邊發生過戰爭，這裡沒有打而已啦。鴉片啊，你台灣嘅過完整啦，完整的一條嘢冇戰爭到冇用到啊，所以地背也叫做彎彈嘅碉堡，但大下都通道。較重要的碉堡，伊當初本身的功能係乜嘢？相對果品海那個美軍嘅那個軍隊軍艦隊電咗嘅時候，一個機關槍、大炮都打向那個果品溪口嘛。一片高雄果品海鴉片，喺林園也就為都有部隊都所在的部隊，大炮都向對那個果品溪口嘛。
因为果品佢出海的地方是最容易登陆的地方。可是伊个是一个体力功能，就系对我哋可能会上岸的一个增减不错嘅。系，伊做交叉火网，包括伊嘅，所以而家地方有太炮，有机关枪，各方面嘅一个装扮咯。这照片你就看到吼，亚中差不多马特拉堡，马特拉堡唔仅去神秘啦，还假动啦，还可能都一来都安尼马特拉堡。因为讲呢，因为个做个水呢都轻喷啊。喷多马长度呢，人家想破坏它也破坏不了啦，用怪手也挖不起来啦，就放在那边，反正呢，假动的人啊，也系神秘的人，可能啲东西嘛唔知嘛个东西啊，因为日本人退战过后呢，变作国民党的军队国军进驻啊都，过去长一段时间它是要塞堡垒，罗百姓不能靠近到80年代就要塞堡垒就解编了。你像假动，我们称它讲碉堡啊，其实它不是碉堡行啊，而家个太炮对陈义雄大都后面一个假动，有一个前进观测手，而且当国人嘅炮兵对当国人，看看呢，炮弹有没有达到民军嘅军感冇？冇打唔对哦，向左偏1度、0.5度，睇指挥用天发指挥。一个碉堡非常高啊，5、6层楼高啊，係假動嘅時光劍所以已經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光點，保留起來一些將來變成一個5G 歷史和觀光點，但是我哋冇破壞嘅事情。關島觀光就是以這個觀光啊，你琉球觀光就是戰地遺址啊，我這個戰地遺址的碉堡，我們是完整的，沒有用過的，全新的這位你就看到有個另外一個陳義雄哦，山體。天一線客家喺樹唔起嘅時候，都推到山體上去。山體上都係最後嘅夾磚頭。所以有個戰鬥司令部，你看佢有個戰鬥司令部，而且係外觀嘅，地板是挖空嘅，所有嘅通信兵啊、將領嘅指揮呢，種係指揮條線上作戰啊，全部掉掉去。大下都係坑道密密麻麻，在練嘅練。所以唔何必去到對入去看嘢嘅地下的什麼地下。台灣就到處都是啊，但係你唔知啊。像我已經展示的只是屏東，我不詳細告訴你，因為怕俾人破壞。也就為乜嘅呢？佢除了空中有神風特工隊、自殺特工隊的空軍以外，海軍也有自殺隊啊。海軍自殺隊叫做正陽艇就藏在這樣的地方。這地方係一個山峰啊，還是講一個海邊？喺海邊嘅山崖爬。挖空嘅正陽艇呢，放喺地地板。正陽艇是乜嘅呢？自殺小艇。一個小艇裝滿了炸藥，就開出去呢，就對着民軍嘅航空母艦就撞上去就自殺。只做了一次，就是在琉球決戰的時候，去還沒有打到就被人家消滅了。那麼一個呢，係屏東科技大學，還有山啊。屏東科技大學也搞不清楚為什麼有這麼倉庫。當時國民黨軍隊要塞解編以後，彈藥庫就移交給科技大學，這個就是彈藥庫，但是不是國民政府的軍隊的彈藥庫，原來是日本人的彈藥庫。因為高雄在屏東科技大學前面，那裡面就是平林神風特工隊的基地啦，那個學校裡面啦。現在屏東科技大學前面有一條路，他們叫總領路啊。那個你看到鄉下哪有這麼直？你要按這個2公里的路，側的上啊，那是跑道。我覺得這是本的路綁出來一條路呢。沒有，它就是原來平林神風特工隊的跑道，拓寬以後就變總領路啊。這個的歷史，我哋按照討論清楚講，係林落嘅愛寮園區，愛寮園區當時是日本人嘅俘虜營，俘虜營嘛，當時台灣有10個俘虜營。但是已經存最完整的俘虜營，都有個林落嘅俘虜。後來國民政府接手嘅就愛寮園區。愛寮園區後來有個愛寮園區搬到灣景嘅軍事基地度裡，有機會係800水災嘅時節，800水災嘅時節就變到原住民暫時安居的地方。安居以後再搬到永久屋，這個養區都空下來。有個種照片都非常重要，有種照片都。1943年到1994年嘅時，1年到2年，也到戰俘營地嘛，也到都係日本人進攻菲律賓嘅時節，美軍政府派嘅嗰度將官啊，
也喺军官扭到嚟都送下來。進攻新加坡，英國軍隊軍官來不及的，通通抓到這裡了。講他不管到地下教會，管到地下教會呢，我日日都嚟塞頭呢，連邊些石頭呢，對個火柴運隊作用嚟，作用喺軍港都安尼建起來。可是對個相片來看的話，可能這世界真正留到幾多歷史的故事，還有我哋歷史的一種事情，就全部留下來。冇想到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底部，其實除了同我哋記憶以外，留下很多事情，其實喺現場慢慢有留到幾多軍事的一種基地。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買幾多不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一節目我哋來賓吳先生喺同我哋講，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底部，屏東嘅軍事部署係樣嘅。其實我應該問，我講係前處長啦，因為睇處長嘅人類啊，唔幾時都對我哋屏東嘅一種軍事嘅嗰種遺跡啊，做過幾多調查。嗰個幾時間哦，我哋都針對你這個做出來調查，我哋作為一個巡旅屏東嘅一個細細嘅旅行啦，而且嘅旅行都頭起頭都唔講嘅地方，譬如講。嘉東啦，還有我哋春日嘅部隊地方。當初我哋設計嘅旅行嘅時候，我感覺講，真係有人會來嚇，結果冇想到，我哋一飆上去啊，馬上都買。我哋都問幾個人講，你做乜對安尼東西有興趣咯？伊講其實啊，你從頭都唔看到幾本書，幾本書其實對國內好多研究我哋嘅世界嘅第一次世界大戰啦，無論佢其實日本人用去部署屏東嘅這種歷史嘅人啊，其實幾多，但是伊哋真正唔到地講，一地方睇哪，還有天意都講，就像頭都我哋先生講嘅，有啲地方幾多根本就係私人嘅地方，無論講從我來講啦，我嘅春日嘅碉堡啊，我一探看到200，深到，今年準備講。就是那個地方下去啊！我都唔點得下去啊！一直到我哋最尾一擺欣賞單我哋去嘅時候，我都發現講，人哋平常喺上面扔來扔去，唔係講大下全部空嘅。可是幾擺其實我哋一般咧繞一轉下來以後，我哋那個所有嘅成員都講啊，原來伊哋當初喺書上看到嘅東西都一樣。嗰個從頭到現場已經講過，伊啲最重要嘅地方講，冇錯，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台灣來講，真是冇睇台灣真是大國。嗰種我哋一定會軍事嘅嗰種基地冇比像廣島樣嘅，廣島其實已真是有大國，嗰種可能冇我哋嘅保存得安好。但從唔知講移民咯，從我哋遺跡嘅話，係咪有乜嘅新嘅一種運用嘅方法嘛？作為一個古蹟啊，作為一個民宿啊，呢個民宿千重要。一個民宿係冇歷史就會冇民宿嘛。嗰啲我哋當我哋一推年，我哋雙推年也雙兩推年，都參加過太平洋戰爭。但是我哋學教育度嘅課本裡邊，列地談過去了。而且最荒唐是乜嘢呢？台灣人當時是屬於日本人啊，日本人講嘅，我們是邪惡的軸心國呢，你知道嗎？因為當時我哋是我哋立場，啲歷史就做安尼嘛。結果我哋明年來慶祝那個抗日戰爭勝利，我哋是軸心國的台灣人要去慶祝同盟國們敵人的戰勝，我們要用戰勝國的立場來解釋台灣人，多尷尬的事情。而且段時間台灣人嘅犧牲都在用嘅，境外犧牲、建軍犧牲都在用嘅書全部冇搞，但是有的東西留在那裡，那就是鐵的歷史嘛。乜咁多古蹟呢？古蹟。如果後輩冇人嘅歷史，冇人文嘅歷史啊，估計都係磚塊和水泥而已啊。所以有啲東西嘅保留，同我哋教育串聯在一起，讓我產生一個地方嘅人對歷史嘅感覺嘅一種幾得感染啊。如果喺講去到歐洲嗬，澳洲你堪培拉嘅國界飛嘅對門，都有隻山洞有一個戰爭紀念碑。歐洲人啊！當然歷史上參加過任何戰爭嘅樣片，也乜東西，也係相片。死嘅人，每場戰爭死嘅人名全部刻在條條。歐洲學生，每個學生嘅了年也排戶外課程，一天可以看嘢嘅國家紀念戰爭紀念館。
你第一讲俺建立个欧洲一个咁嘅牺牲一態，伊個嘛提倡個結婚講，你做結婚呢人，因為要歐洲結婚呢人，要結婚你啲俺哋犧牲嗰度，所以也都按照國民教育嘛，俺哋教育道理吼，同俺哋台灣人無關係呢，一怪奇怪啊！所以太平洋戰爭也1941年到1944年，在台灣嘅歷史空白，拖喺同樣的遺址裡面把它串聯起來，要剔掉。不是你先唔明講，要整理的古蹟要做乜事情用？不是問法官員，你們整理你們的古蹟有沒有打算觀光用啊？一共從來沒有考慮這個事情。法官員就是把古蹟修好了，觀光客自然會來，這是第一個。第一個說，我哋嘅歷史上都的古蹟很多，我哋故事祖先故事冇記得。所以睇我看的李農也係其他院士呢，他整批指定呢。當時的屏東的大摔跤一定是被調查出來，整個文資委員也都已經答應了，整批指定了。當然係做咗嗰度困難，好似我哋會離開屏東嘅，也俾我一種沒有完成的夢想啊！我希望完成。有一班呢，我帶一個日本人去看下這東西，他感動到不知道怎麼說呢。你講台灣還有這樣的東西，我從來聽都沒有聽說過啊！不是我帶3些日本人去專門研究歷史的日本人。如果我早知道這個東西，我就會帶一大群日本人來看這個東西啊！因為你要問講50軍團，像屏東50軍團，有2萬個正規軍呢，2萬正規軍呢，2萬日本人嚟呢。那他的2萬日本人，對於日本也後退多年，以前做過兵，冇戰爭，冇死嘅，那個觀光效益有多大？冇你們嘅事情。不是這些東西保留起來，對我哋嘅文化、歷史，也係做觀光嘅利用是各有幾態。另外，甚至覺得另外講過的事情，屏東你看這些隧道，外界溫度量，隧道裡面和隧道外面相差大概3度到5度。所以你轉下都講，屏東一帶產水果，你賣最好水果賣到境外去，連府也是有個點，也係講要賣個水果，有個點是用的。但是你可以製成水果酒，不是嗎？這個隧道就是那個最好的酒莊，不是嗎？你像金門一樣啦。對啊，我們就有很多隧道啊，你為什麼不利用呢？這是用到後輩來講。所以我以從嗰陣，我覺得韓國人應該消費啊。韓國人呢個強調係韓國人嘅獨立精神啊，而獨立過去呢，從日本嘅所有嘅古蹟抹槍槍啊。嗰個人已經請唔到日本嘅古蹟了，除了青瓦台以外。而佢羨慕嚟到台灣，台灣係留按到日本嘅建築，武德殿嘛嗰種就保留住的，將佢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觀光台。都係啊，我都唔明喎，一條碉堡，一條隧道，你睇得呢？當時所有的隧道都碉堡，是從台灣人民儲稅去做嘅呢，俺哋嘅錢做嘅呢，俺哋阿公本人幫去做的隧道嘅呢，一條成本係俺哋付出嘅呢，勞力。犧牲、材料、稅金全部我哋付出嘅呢？另外嚟叫我哋整理起來，到後頭來賺錢，都唔得嗎？就是時刻方向，我哋冇時刻到文化同觀光嘅連接，文化同經濟嘅連接，我哋完全冇空嘅。因為講其實我哋一擺更加嘅觀光嘅一個想法喎，吼，特別如果用嚟做一個教堂啦，吼，冇去做一啲乜嘅東西啦，吼，本他個人來看，但是其實他個人都冇想到講，其實我哋本代我哋這個土地上面有幾多以前歷史留下來嘅東西，呢個東西應該講成本已經付出去嘅啦。好，如從前人講嘅，也係我哋以前咧，我哋阿公幫伊比做些，吼，我用我哋台灣嘅水金，我哋嘅奶，我哋嘅土地，好去做出來，成本付出去嘅。但是呢個成本其實就變成講，我哋其他用發展我哋嘅軍事觀光嘅時節，因為成本，你等於都冇成本，好，你等到人來看，因為幾多人好多地方已經都冇安尼嘅東西嘅。隨便講兩個例啦，一個例係潮州跳船廠，跳閘邊嘅嗰陣啊。底部有一個潮州日本人建立嘅潮州電信爆破中心啊，也幾完整嘅啊，那個碉堡很大呢，比我哋六洋房還高大呢，底部是完整嘅呢，一個平台是好嘅呢。這家位嘅土地，講變成古蹟嘅時間，這家位設一個咖啡廳哦，是全台灣可以講全世界可以睇見坐喺隻飲咖啡，看你跳傘跳在你眼前，你知道？尤其是晚上呢，你知道潮州有晚上跳傘嗎？你看過晚上跳傘有多美嗎？
那山边跳下来时，拿一个荧光棒哦，像那个天兵降下来，在那估计玻璃竟然不流火花。在电信中心变一个咖啡厅，可以喝咖啡，看着天兵神将，天兵从天上上来啊，全世界没有这个点。这第一点了。第二点，第一个加动的时光剑，时光剑那个碉堡嘛6000的有活啊，左边就会失宠，下主藤一个那时光剑的失宠，是全屏东哦，好像马尼拉曼谷的市场，因为嗰度越南加来的嗰条新球的新移民。他把那个市场弄成像南洋的风光，旁边有一个碉堡啊，那个风光连接在一起，古迹和这个人文连接在一起，那个是多大的观光财，冇人们都要交易。但是上头都经常讲呀，其实喺度更加碉堡地堡又好，有幾度去睇私人的土地方，佢將嚟有問題用嚟解決。絕大部分在改革的土地上，因為當時日本人徵收的時候，建有的權勢就已經徵收完成，土地完成嘛。結果在利用的時間，你嘛都已經就變成要塞堡壘國防地嘛。現在交回來給縣裡面，只要把它指定為遺產點，土地我就收回來嘛。政府也跟人講嘛，人民又跟人講嘛，人民有一片地嘅，唔願意屯，他搞來發展嘅故鄉嘛。這個是後邊要處理的事情。我有文化的良知，我必須提醒。要提倡所有的屏東的鄉親，俺有安整過的東西，俺要該完成，也係俺哋共同的夢想。所以作為一個文化人嘅經營，冇講啊做唔得啦，就按呢個事情。其實戰爭冇人會想會發生，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過去嘅，第一次世界大戰留下來嘅軍事嘅基地，其實留下來俾我哋幾多嘅記憶，還有其實我哋害怕會發生嘅事情。今日佢感謝我哋呢吳先生來到現場，同我哋講安東我哋屏東嘅碉堡嘅事情。感謝主持人，我哋希望講我哋屏東嘅鄉親大家合力來完成一件事情，我們的夢想把它完成。休息一下哦，大家聽我哋先生來，聽下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咧，我係黃正祥，來自屏東縣長治鄉七七導演養生設備，也係鄭先生嘅片係蔡先生。今日要同觀眾朋友介紹嘅聽眾咧係我哋咧運火歸期，運火歸期咧係讓咧對我哋咧舒心康嘅火氣。拿到我哋咧肚臍，腰嘅向到我哋咧腰骨，我哋咧心臟到肚臍，更加觀眾朋友聽嚟咧用隻腳打開嚟，而肩頭嘅發吐，然後咧我哋咧松樹標嘅地，我哋咧肚臍前面，我哋咧舒適前端，相對，我哋行起來時間咧係吸氣，吸不到胸前嘅時間反轉，就把掌向下背，標下來係氣頭透出來。再過來呢，跳出來之後，我哋再反手爪掌到拿行起來，再一次吸氣，吸不到胸前，我哋呢手把掌向下背，氣頭跳出來。再講我哋掌行起來的時節，到胸吸氣吸不到胸前的時節，我哋呢手把掌向落背，送出去，送到單行，我哋呢頭拿天天嚟看單行。單行嘅時節，我哋咧做手把掌從前面，單行我哋咧手節變下來，順順嘅下來，氣頭透出來。再過來我哋咧向陽拿上嚟吸氣，嗰樣氣頭透出來，往單行嘅時節咧，再一個吸氣，吸嘅時節我哋頭拿我單行，我哋應講。松樹托頓田向陽，安尼對我哋咧舒運向嘅關節，天天嚟變下來，變順嚟過後，我哋咧氣頭透出來，再過來我哋咧手把掌嘅我哋咧手指相對嘅時節，我哋咧吸氣吸放起來，吸放嚟過後咧，我哋咧到胸前，我哋咧氣頭透出來。
啊，我哋咧竖心咧向落背，在松嘅都东方去，也是节系吸气哦。吸去到东方嘅是水，我哋咧竖咧两只竖对东方，天天咧挖一个眼前咧，表下来嘅时间咧，我哋咧竖表嘅都摇嘅好，我哋咧都生长，啊，我哋咧下最岩树。下水岩樹過後，我哋咧樹心咧，仲溫習一下我哋咧搖嘅，我哋咧樹地搖嘅行嘅時間咧，我哋咧松樹轉出來，轉嚟對我哋咧虎頭行，轉啦到我哋咧肚臍行，啊轉嚟到肚臍行，我哋咧更加延伸咧18節，我哋延伸打出來，打出來過後咧，我哋咧松樹變松嚟延到我哋咧企啦下，睇腿嘅內側。對我哋咧搖嘅天天嚟下去，下一時節到腳盤行，腳盤行停留一下，我哋咧樹在變鬆嚟，樹枝相對，內面我哋天天嚟放行起來，放行起來咧，我記得係吸氣，我哋搖過一節一節行起來。行起來過後呢，我哋打出來，那準備講我再吸氣，吸氣到胸前行，頭氣時間注意我哋咧豎巴掌要轉一下哦，豎穩轉一下，我哋咧豎巴掌向落背，送出去到東行，也時間係吸氣，吸氣呢，我哋咧頭南我上去，我哋咧雙手向天打。用天大嘅時間停留一下，啊！我哋咧樹節對我哋咧運關節嘅建議，天天咧用下來，用喺當我哋咧搖嘅行，搖嘅行咧我哋咧下載岩樹，樹嘅時間為我哋喺咧托對我哋咧搖嘅，幫我哋咧搖嘅生長咧發與這個起頭受行，啊！我沿到虎頭行，到我哋咧肚臍行。延伸打出來過後，我哋咧松樹變起來，因對到我哋咧企啦好，啊搖嘅親下去，到摸下來到我哋咧腳盤行，到我哋咧腳盤過後呢，我哋停留一下講，我哋咧樹枝相對，再一節一節變廿行起來。眼神再打出來，今日連續動作做一次，本觀眾朋友看。以上呢係我哋示範祈禱嘅動作，底下呢我哋要操作嘅動作，啊觀眾朋友準備一張單嚟聽到我哋嚟做。我哋今日做嘅動作呢係操作嘅動作，啊觀眾朋友聽到我哋做操作嘅動作，準備一張單嚟，啊單嚟呢要注意一下講啊，我哋呢單嚟坐下唔會有輪嘅，啊幫我哋坐下唔會打風球嘅，安尼都好，更加都可以試。錯多嘅時間呢，我哋強用錯嘅時間呢，我哋強用錯1/2冇1/3。錯時間我哋強我哋咧運火軌跡呢，吼，係利用我哋咧松樹嘅樹心嘅手氣來按摩到我哋咧搖嘅我哋咧生長，所以更加呢都係講開始講啊，我哋樹枝相對吼，樹枝相對，我哋先吸氣吸放起來，到上關前。反掌下來，氣頭吐出來。氣下講啊，我哋樹枝相對嘅時間，我哋吸氣，吸到腰嘅行，到胸前行，反掌嘅時間，
鱼头跳出来，跳出来哈，本来等咧跳鱼的时间比伊个顺个太白。天气多的呢，我等咧数字强样哈，相对吸头吸气吸风来时间到胸前哈，我等反上的时间送上去，竖心呢朝向东方。我等咧树呢，温管这个地方变下来，鱼头跳出来，下在眼小看18树往起来，让鱼头跳出来的时间，我等咧鱼头慢慢的加长，慢慢的跳的个太白一些。因为我哋跳鱼呢，有人跳鱼呢，过短过浅，利用我哋做一个运动，我哋训练我哋呢跳鱼，比过长一些，过太白一些。数线朝大方的时间呢，记得我哋呢数下来的时间，我哋呢下在岩向东方。松树呢表喺我哋呢摇一方。表喺摇一方的时间，用我哋呢抒情的热土来温烧我哋呢摇的我哋呢身上。下水岩树的时间呢，因为我哋呢松树面对我哋呢斧头，松对我哋呢肚脐方，我哋呢肚脐方，肚脐方过后呢，我哋变松来，对我哋呢向下，对我哋呢两只脚嘅大腿挪下松下去。顺顺的松下去，到我哋咧脚盘，然后咧我哋咧松树变松来，树枝相对，再延伸打出来。再一次的吸气，吸到胸前，我哋咧树转的时间要注意讲啊吼，我哋咧树线向落背。天天嚟送出去的时间，吸气的时间，我哋呢树心要慢慢嚟向东方，向喺东方咧，我哋呢树枝和中央相对。當我哋呢温管這我哋背下來的時間，我哋呢樹天天嚟背下來，變嘅當我哋呢搖嘅行，搖嘅變松嘅我下水岩樹。沿着我斧頭行到我肚臍行，松樹到肚臍行嘅時間，我變松來，沿着我兩隻腳下去，利用我哋呢樹心嘅手氣，順順地鬆下去，個天天地到我哋呢腳盤。樹枝相對。今日嚟做一個連續動作，大家開始都冇同觀眾朋友做解釋了。以上呢係我哋做初道嘅動作，希望觀眾朋友呢好好聽我哋嚟做，幫我哋呢延伸個空間意識，我哋下一次拿來了。